现在咱继续要来讲，敢是出现假的三倍券咯？屏东一个乡亲摕三倍券到柑仔店去买物件，这个店头家发现这个三倍券无铺水印，误会这个券是假的，搁四界去甲宣传。这个乡亲袂堪要去告这个头家伤害伊的名誉。也毋过真正也是有真侪做小生意的店家，毋知影要安怎看出着三倍券的真假哦。来看这个报道，咱教互乡亲知。敢讲假三倍券遐尼紧就出现？屏东一间柑仔店，甲一张相片放伫网络顶悬，讲这个男子摕三倍券是假，因为顶悬无梅花铺水印，讲伊好咧家财无收，无得去骗去啊！当事人真生气。12点左右也是在全家领的原谱子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你们都在骂我。民众确实有到我们辖内的超商去领取。到底问题是出伫倒？记者实际到屏东和高雄行一转。怎么分辨三倍券真假？店家真的都明白吗？我们来实测看看。这个要怎么分？我还不知道呢。摕到三倍券，安尼看，就是看袂出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。知影讲要摕去照光，但是唔知影讲要安怎分辨。有的人规气就不爱收啊。我看袂到真假啊，大概记得它几个防伪点而已。其实有简单的撇步，咱来听经济部安怎讲。向上荧光检视，可以看见左下角的隐藏面额数字呈深色的显现。旋转90度之后，会变成了反白的数字。过来照光看，你会看到无固定位的梅花。主要印文以及糊涂符码，用手触摸可以感觉墨纹突出于纸面。过来就是当洗一个，倒边顶悬的数字会有金色、青色两色的变化。看一个摸一个，洗一个，就当放心收三倍券。